真的可以吃，因为这是鱼粉。 加鱼油，然后加很多矿物质跟维他命。这为大闸蟹调配的饲料只能卖给苗栗的养殖户。比照产业竞争模式，厂商必须签保密协定，专门帮你们调配这个，还不可以卖给别人。对，不可以外卖。对，那才让我们发现，那直接就上法院。搭帐篷露营也不是玩乐，是蟹老板们驻守拼生计。一个晚上被偷光不就完了？ 什么都一年的心血都没了。网子里头都是宝贝。苗栗年初从大陆取得纯种的中华龙螯蟹，33万只蟹苗，养殖成果首度验收，品质有好有坏。哦，品质有好有坏。用法分辨怎么分辨？青背，白肚子白色的，金爪子是不是金色的？黄毛。 描述的特征和阳澄湖大闸蟹一模一样，养殖技术也由上海大学传授。全台湾有200多处大闸蟹养殖，初估10亿的年产值。苗栗企图成为台湾的阳澄湖，个头中等稍大的饲养蟹出水价就超过300。很多大蟹它肚子是脏兮兮的，那代表它的生长环境是很不好。苗栗有个特色是它有5座水库。 它的水资源相当丰沛，而且它的水质相当良好，所以它养出来的大闸蟹大概都很干净。台湾养殖大闸蟹因为大陆违法用药而趁势兴起，水质好，养殖户就不用靠打抗生素来提高蟹苗的存活率。流水式养殖也有利于大闸蟹长得更壮硕，肉质更扎实。这个品质上新鲜。下一个是什么？从蟹到台湾，转转到台湾，最少经过5到7天才能进到市场。实际上，蟹一旦出了籽之后，它只会瘦，它不会再长了。和阳澄湖或太湖的大闸蟹有什么差距？11月苗栗的大闸蟹要去大陆评鉴比赛，也学品牌运作，力求在大闸蟹市场能够横着走。台湾的农业技术发达，唯独大闸蟹养殖输给大陆。苗栗的大闸蟹呢，计划以3年的时间建立完整的养殖模式，同时有信心反攻大陆市场。片子有厚有白，用版粉配。片子有厚有白，用版粉配。